年孝祖大过年的祖灵节，今仔日也是最高潮最后一日。过程当中，孝祖人演导、吟唱、祭歌、跳舞、娱乐，嘛准备正清楚实物来交代所有来祈福做客族人咯。苏巴丹族大过年最后节是充满过年的气氛，大家沿一个圆箍仔做伙跳舞唱歌，伫咧外口嘛有真侪民众来参观，现场的气氛是真闹热。刚好因为有认识的朋友，然后说今年刚好有一场很盛大的，然后想说可以，他愿意带我一起来，然后想说那我想一起来参与看看这样子。传统文化代代传，伫咧最后节嘛有真侪较少年的族人来参加。主要的话就是因为老人家他们已经也有年纪了，那我们年轻人会出来开始学习。苏巴丹族大过年2-3年才会办一摆，其他的时间拢是小过年。独独干那大过年的时间，少年的人才会当参加规场的流程，所以有真侪伫外口的族人会尽量拨时间返来部落，传承族群的文化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